富途牛牛開戶優惠其實有分隱藏嘅額外優惠同官網嘅開戶優惠。咁講咗隱藏嘅額外優惠先，全新嘅客戶只要輸入富途牛牛嘅兌換碼 Panda48，7日內成功開戶，唔使流傳，唔使交易，就可以拎到額外400蚊嘅現金券。現金券可以兌換成現金，然之後提取翻銀行。同時仲可以疊加富途官網嘅開戶優惠，依家官網嘅開戶優惠就高達1600蚊，可以揀匯豐嘅股票、比特幣、SpaceX 嘅股票，加埋400蚊嘅現金券就高達2000蚊嘅迎新優惠。咁就教下大家點樣拎呢個額外400蚊嘅現金券。首先就係下載富途牛牛嘅手機 App， 下載完之後撳打開，之後撳一下註冊，之後輸入你嘅手機號碼，之後再撳下一步。之後就設定一個密碼，設定完之後就撳提交，撳一撳佔嘴，之後再撳一撳發現，撳一撳我的，之後撳一撳活動中心，之後再撳一撳兌換中心，之後輸入我哋獨家嘅兌換碼 Panda48 PANDA400，之後撳一下立即兌換，輸入咗兌換碼之後，7日內成功開戶，唔使流傳，唔使交易，就可以拎到額外400蚊嘅現金券。官網嘅迎新優惠就有機會每個月都唔同嘅，咁大家可以喺度撳立即查看睇一睇個詳情。提多次大家入咗兌換碼之後，要7日內成功開戶先可以拎到額外嘅400蚊。之後就撳賬戶繼續開戶，之後繼續完成晒成個開戶就可以㗎啦。